哦，这马吃的草，你看，这马吃的草了啊。好马不吃边草，看马吃的草，你看。还有台湾庙会西港乡，台湾第一乡西港乡啊，很有名的镇头叫八美图。八美图一个柳树村哈，有8个妻妾啊，他都文武双全，都骑马。他都小姐化妆成那个男的柳树村，然后其他当然也是女的，8美嘛，8个妻妾。哦，穿古董的服装的，骑马很好看，很好看。西港乡的镇头很有名，八美图。骑的马就要吃这种草的，你看，它有的草都是晒干了的，马的那个草冒草，有的是晒干的，可以用谷歌智慧镜头拍照辨识，或者是以图找图辨识，看看是叫什么名字。